这首歌是在部落里面很久没有办的祭典，我看到的时候一个想法，就是部落很久没有办祈雨祭了，就是祈求下雨的那个祭典，因为都被那个气象取代了。气象说有下雨，真的有下雨呢，有时候啦，有时候它也会不准。但其实那样的以前的祈雨是真的是，老人家就有那个古老的智慧，尤其是在刚刚要种田的时候，就是小米种下去的时候，最需要雨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需要雨。虽然季节有时候都会有固定什么梅雨啊、台风啊这样，但是人还是要去那种最真心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这个地球养育了很多人，我们要感谢这个大地啊，奇迹有这样的功能这样很久没看到了，其实基本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是很久没有举行的。为了纪念那个老人家的大爱，我就写了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希望外面不要下雨啊！下雨竟然买门票，多雨啊！奇异的妇人。
郑重的介绍我的乐手，右手边阿布贝斯阿力，小提琴手张黎，大提琴宋月，很漂亮哦。漂亮。我们的衣服有特别打扮过的呢。很少原住民表演还要注重形象的。然后他们很辛苦，因为这次的巡回啊，我们从短裙变成长裙，要换装了这样。然后每次穿这样出去表演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在表演那个婚礼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是伴娘、新娘、伴娘，然后我们3个是伴郎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比较特别，我们今天穿阿美族的传统服的，然后唱这首歌，这首歌是认识朋友的时候写的，这首歌叫《信狗》。